来讲这个流行感冒的预防下，讲中华打得相港有12个学生，顶礼拜做完流感的预防下了后，出现着头晕、头痛、发烧、甲手会颤的症头。疫情指挥中心讲，这甲疫苗的安全性无关系，这确实是因为惊注射所出现的晕尖的现象。12个学生拢陆续出院了，但是其中有一个高一的女学生，回去厝了后，这个手继续来颤，家长真惊，这毋是单纯的晕尖，恐惊会留下着后遗症。两只手伸出来甩一直颤，这双手是搭伫香港一领姓吴女学生的手。顶礼拜，伊甲另外11名同学去注流感疫苗，注完以后手刷一直颤，落尾拢住院治疗。12名学生即马拢已经出院了，不过这名女同学等于到厝以后手也一直颤。这互厝内底人真烦恼，尤其是爸爸烦恼讲后摆这镜头会带掉咧。要出门了，在那边待了一下子，说手脚还不是相当有力气的，就是觉得都一直抖，抖到就是不舒服这样。那么年轻，他手就会抖，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怕。爸爸在讲查某囝出院咯，医生只开出控制手袂出药啊，嘛无讲是虾米原因。即马嘛是还有其他的同学出院啊，手也搁在颤。他们住院的那4位。都还在抖，都还抖，对，就出院了。确定都还在抖。查某囝安尼，爸爸真烦恼。伊认为唔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的遐尼简单。打针嘛，造成的一个心理压力还有恐惧，然后转化成身体的一些症状，就是有些人就是晕眩啊、恶心啊，甚至还有呼吸急促或者手抖。医生咧讲，手会颤上主要是注射进前伤紧张咯。这款状况上常常发生伫青少年的团体，同学之间原来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伊建议注射的时阵唔通空白，就要一个注射，注射过程嘛唔通拖伤久。若是有感觉无爽快，就要紧休困，或者是转移注意力，安尼就会加较好咯。